这个前2、3仔拢无落雨，尾啊方面到位，连续几啊天的大雨，虽然这个水库来入水，但是嘛造成着农作物的损失。台南的大内导致真侪落梨，也就是西洋来，这农民是损失惨重。台南市府的农业局嘛启动着补助的方案，一直到8月11之前，拢会当申请办理。因为前1阵仔欠水，后来阁拄着方面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予台南大内的幸福果受到果子树淹水和落果的问题，予真侪农民伫要收成的果子拢无法度顺利出货。好大雨来迄个落果造成真大的损害咱公所马上启动迄个会勘的机制损失有5成以上。市府伫第一时间就派人到农民的果子园勘查，和农委会争取相关的补助方案。至今嘛到8月11为止，有符合资格农民拢会使到区公所申请，而且嘛有加利息的贷款办法。咱大内区是迄个农业天然灾害的救助参加利贷款的地区咱7月13。到8月11拢总有来受理，咱伫阮公所遮拢会来受理种迄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那1公顷是伫迄个7万5。俗语讲，农民是靠天来食饭，即卖因为天气的变化出现袂少损失，不过好佳在有政府愿意来支援，和农民徛做伙，来帮助因渡过难关。